台北市议员李庆元向周刊来压料，讲伊丈夫所在的安养中心疑似有虐待的情形，会讲拍老伙仔，或者是半暝啊塞老伙仔出去，袂互老大人好好啊困。佮讲这个安养中心发生着疥疮菌株的感染。安养中心昨开记者会，严正来否认，早起佮到地检署告这个李庆元恶意来抹黑，爱李庆元莫佮讲白贼咯。 为人民律师陪同安养院院长到北检来申告，各位是台北市议员李庆元，甲周刊讲的无实在指控，说我们是群聚感染疥疮，其实呢根本都不是事实，所以呢，今天我们必须借由司法来还我们清白。 除了告家长诽谤，李庆元讲因丈夫身躯有莫名的伤痕，也过万丰病院开的诊断证明，这医师敢若签一个代替代。 律师质疑讲可能是假。拍照检查没有任何的伤口，那我们就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医师的这个诊断证明会有上面的这个伤口的出现。李庆元提伊也提供的院内影片，录到因丈夫的室友讲的所谓有看到证词，也过社会局、卫生局这半年来去查10外摆，拢无违法的事情。这是万芳医院所开出来的。 化淤青药，然后这是1月15号腿部受伤的照片啊，贴了膏药，让它化淤青。安养中心表示讲，所有人长期承受这款的压力真无奈，这件纠纷到底随是随非，就等司法来调查清楚。